第16章，我对恁举荐，我会姊妹菲比，伊是坚决你教会中的女执事，请恁为主接待因，合伫圣徒的体统。伊伫什么事上爱恁帮赞，恁就帮赞伊，因为伊素来帮赞真侪人，也帮赞我。问阿基列甲毕基列平安，因伫基督耶稣内甲我同工，也为我的命将家己的颔棍治一度月。不但我感谢因，就是外邦的正教会也感谢因，阁问伫因家中的教会平安，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托平安。伊伫亚细亚是归基督初识的家子，阁问玛利亚平安。伊为恁做受劳苦，阁问我亲属甲我三甲坐监的安多尼古甲尤尼亚平安。伊伫使徒中是有名望的，也是比我大声伫基督内。阁问我伫主内面所亲爱的暗逼里平安，阁问伫基督内甲我同工的尼巴罗，阁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平安，阁问伫基督内经过试验的阿比利平安，问阿多利布的家内的人平安。阁问我亲属希罗天平安，问那基所家伫主内的人平安。阁问为主劳苦的土菲那士甲土富萨士平安。问通亲爱的为主接受劳苦的比色士平安。阁问伫主内得到竞选的老夫甲伊的老母平安，伊的老母就是我的老母。阁问阿顺基士、弗力干、赫米、巴罗巴、赫马，阁甲因伫一位的兄弟平安。阁问菲罗罗古甲尤利亚、尼利亚甲伊的姊妹平安。甲阿林巴，阁甲因伫一位的正圣徒平安。恁斟喙问平安，彼此拢着圣洁。基督的正教会拢问恁平安。兄弟啊，遐会离间恁，叫恁跋倒，背互所有的道理的人，我考劝恁着留意闪避因。因为这款的人无服侍咱的主基督，只服侍家己的腹肚，用花言口语诱惑遐个老实人的心。恁的顺服已经传伫众人，所以我为恁欢喜，总是我愿意恁伫好事上昌名，伫歹的顶面牛绝。赐平安的上帝，特别将撒旦吞打伫恁的骹下。愿我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常甲恁同在，甲我同工的提摩太，甲我的亲属路求、耶顺、所西巴德，问恁平安。我这个代笔写批的得着伫主内面问恁平安。迄个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解忧，问恁平安。城内管银库的以列多甲兄弟决土，问恁平安。只有上帝为照阮所传的福音，甲所讲的耶稣基督，搁照永固稳肯无讲的奥秘，坚固恁的心。这个奥秘现今显明出来，而且照永生上帝的命令，这正先知的册
指示万国的百姓，互因信服真道，愿荣耀因为耶稣基督归乎独一全智的上帝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